一個熟悉嘅身影走到佢身邊，一雙手輕輕咁放喺艾娃嘅頭頂上，溫柔且溫暖。係爺爺啊，係爺爺企喺佢嘅身旁。艾娃同爺爺好有默契咁俾咗對方一個擁抱，呢個係只有佢哋先會有嘅最好嘅擁抱方式。我要喺度永遠咁陪住你，同你一齊，爺爺。艾娃好肯定咁點一點頭，咁樣講。爺爺微笑咁樣講，但係你一直留喺呢度，就會錯過山上遠庭嘅小路上所有嘅一切美好事物噶啦。爺爺牽起艾娃嘅手，笑住講：行啦，我哋出發去睇睇，去探險啊！佢哋緊握住彼此溫暖嘅手，朝向森林走去。最後喺一棵橡樹